今日我哋唔講冷知識，講嘅係熱辣辣嘅粵語本字力。你知唔知道喺成千上萬嘅粵語字詞入面，有啲字古得嚟又潮，難得嚟又靚。佢哋係幾千年文化遺產入邊嘅隱世高手。今日我哋集結咗5個超級本字，組成咗一支史上最豪華嘅古字探險隊，每一個都有佢嘅獨門絕技、傳奇來歷，保證你一聽就哇一聲。準備好未？探險正式開始。Nice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疏瀝瀝。嗱，日常我哋講呢個地方好荒蕪，就得幾棵樹疏瀝瀝咁樣生喺地面，就係呢個疏瀝瀝啦。呢個詞係咁樣寫嘅，其中個瀝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L、I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東漢說文解字裏邊嘅解釋係瀝稀疏色也，就係指物體好稀疏好少咁解咯。你哋學到未呢？解鎖第一個本字技能，佢嘅出場就好似開咗時光之門，帶你直接穿越到古人嘅世界。睇完佢嘅威水史，下一位登場嘅重量級選手更加勁。第2位出場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索水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索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SUO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北宋集韻裏邊嘅解釋係損也，所以索嘅原意就係指用嘴吸。譬如話受人2分4，做到索晒氣，就係呢個索啦。另外咧，索都泛指吸嘅，譬如話呢嚿海綿真係好索水啊！你哋 get 到未？呢個字夠晒勁，但係你以為就咁完？接落嚟呢位更加出乎意料，佢嘅故事一定會令你哇一聲。究竟邊個字可以咁型？即刻揭曉！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掂當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掂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TIE 可以揾到呢個字喺春秋公羊傳僖公4年裏邊有出現。原句係桓公救中國而養夷狄，卒掂經，以此為王者之事也。意思就係講喺春秋時期啊，齊桓公為咗救助中原各諸侯國，就同楚國咧開戰，最終令到楚國貼服。呢樣啊，先至係王者應該做嘅事。所以咧，掂初時嘅意思係指令人貼服，後來就引申為能力強啊，或者妥當啊咁解啦。譬如話呢個項目啊，咁多猛人幫佢手，實掂當啦，就係呢個掂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係咪越睇越上癮？第3位嘉賓登場啦！佢唔單止係個字，更加係一種人情味，一種廣府人特有嘅溫度。我哋一齊感受下點解一個字可以咁有靈魂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威水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威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WEI 可以揾到，而個水字輸入 RUI 可以揾到。呢個詞喺楚辭七間初放裏邊就有出現。原句係上威水而防露兮，下泠泠而來風。意思就係講上面枝蔓繁茂可以防露遮雨，下邊陣陣涼風吹過。所以威水佢原本嘅意思咧係指植物好茂盛、好光鮮啊。後來就引申為人嘅事跡受人稱讚，光彩照人，好威風。譬如話咧，佢今次比賽啊攞咗金獎，認真威水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終於嚟到終極關卡，壓軸出場嘅呢位大佬，佢有故事、有性格、有力量，準備好接受最後一波靈魂衝擊未？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蒙塞。
呢個詞係咁樣寫嘅，其中個盟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WENG 可以揾到，佢喺明朝政治通裏邊嘅解釋係避塞若盟，所以盟塞嘅原意係指避塞嘅喎。後來就引申為咧思想唔開通、頑固咁解。嗱，日常我哋講佢份人啊好盟塞㗎，你點樣講佢都唔會聽㗎啦，就係呢個盟塞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煩死了！ 5個本字，5段奇遇，佢哋一齊拼出咗我哋嘅文化 DNA。從古至今，呢啲字未曾老去，只係換咗新樣。如果你今日都學到新知識嘅話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 tag 埋俾你個粵語發燒友朋友。留言區講下你最中意邊個本字，下期本字探險隊再出發，我哋約定繼續挖掘粵語之美。關注我，送你7天粵語生存指南。